一下請大家聽聽我個複習一下今日學到嘅句型了。第一個，亞嘅，這個，亞嘅語言學習內容做得生成我哋平常講嘅話，來睇下南市演講。亞嘅語言學習內容做得生成我哋平常講嘅話，亞嘅語言學習內容做得生成我哋平常講嘅話。這個語音合成系統可以產生我們平常說的話。再來，呀哈，現在，呀哈嘅技術有法度做到嗎？現在的技術有辦法做到嗎？呀豆，這些呀豆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，來睇下南市演講。呀豆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，呀豆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。這些檔案放在資料庫裡。下擺，記載，那個記載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記載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記載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那個系統可以即時翻譯好幾個語言。記下，那時，記下製作嘅樣片絲幕 DNV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記下製作嘅樣片絲幕 DNV。記下製作嘅樣片絲幕 DNV。那時製作的影片字幕在哪裡？記到，那些建立資料庫需要記到樣本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建立資料庫需要記到樣本。建立資料庫需要記到樣本。建立資料庫需要哪些樣本？